氣嘅冷氣機總係認為一隻白鴿，佢哋會喺冷氣機出邊休息啦，仲會留低好多污糟嘢。幸好我哋發明咗一個叫做冷氣機鴿子驅趕器嘅裝置，佢可以安裝喺冷氣機外面，專門話驅趕鴿子。使用冷氣機鴿子驅趕器嘅原理非常簡單，佢利用兩個超聲波距離感應器連接 microbit 嚟當鴿子停留喺冷氣機上面咧，佢哋就會檢測到就會有乾碟整走白鴿。總括嚟講，冷氣機鴿子驅趕器係一個非常實用嘅裝置，佢可以有效驅趕鴿子，保持冷氣機嘅清潔。